这是台湾上界强的极限选手，叫做王信志。伊真爱拿骑铁马拿来扣本数，伊骑铁马爬下环山武岭已经超过140届，互人误了讲袂输敢若是山神共款。伊靠一只脚踏车，规世界4大洲规个走透透，来享受到极限运动。搁再拿骑铁马拿扣本数，斗相挺公益。3、2、1。国际比昆马拉的卡拉车挑战比赛，Biking Man 上尾一站就选伫台湾。25岁一流的运动员，伫11月初4为台北101出发。In fact, in Taiwan in general, you just don't have a clue what's coming next, and that's what makes it such an intense experience. 看准台湾的山路，唔那弯来弯去，佮足惊，所以就选伫这比。这个车手甲咱的国旗绣伫山顶的，伊是超40岁，互台湾的车友叫做山神的王信志。这回参加比赛，虽望倒开卡当骨走位，不过伊也是坚持唔放弃，拼到第5名，摕到全世界敢若6处15个人会当参加2020罗西亚西伯利亚挑战比赛。伊嘛是唯一一个受到邀请的华人。那750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之外，其实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垃圾不落地。王信志真爱骑卡拉车，敢若骑车上合欢山武岭就超过140届。伊靠一台卡拉车骑过全世界4大洲，发现台湾迷人的所在，佮用影片甲挑战的过程记录落来。伫影片内底，伊唔若享受极限运动，佮拿骑车拿扣本数做公益，希望大家做伙来爱惜这片土地。发现道路封闭，但不管如何，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了。不管头前的路有偌困难，拢坚持唔放弃，完成一届搁一届的比赛。台湾的选手要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人打拼的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